11月，芥菜田里开始忙碌，采收制作客家酸菜的季节，有主人默许介壳虫总是比消费者抢先饱餐。采收前差不多几乎有20天以上就不喷药了，损失不多了，但是消费者得到的是怎样安全卫生？没应用农药杀死的虫，用大量水冲洗干净。酸菜达人踩进大水桶，开始了坚持不能省的步骤。我妈妈传下来的智慧就是说，酸菜没有采过不会香。以前只是照着做，这些年透过产值经验交流，吴秀前知道了母亲坚持的客家酸菜做法其实有根据。她告诉我一句话，她说：“因为你这样采的时候是把那个皮下组织破坏，这样那个味道才会渗透进去。好吃的东西就要真的要下功夫啊。该有的步骤工序，该花的人力省不得。相反的，额外添加物能省就省。坚持19年了，就是不添加任何的化学的东西，只有食盐跟水而已。2013年爆发太多黑心食品事件，吴秀前说，食品业者更该警惕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露天发酵的酸菜有时会有刺鼻味，他斥资打造冷藏室，在7度以下的环境，让酸菜低温发酵保持鲜度。1年做100吨以上的酸菜生意，到第3代，深知品牌经营没有取巧的捷径。我们做快20年了，如果在我这一代把这个品牌给搞砸了，那不是就是对不起他们？电机好的品质，看不得检验。坚持好品质，经得起检验。这台录像事线，我们说检视后的品质，扛得下检验。每年都要做检验报告啊，农药、水质，还有那个防腐剂次数。保持兢兢业业的态度，客家酸菜达人分享他的事业哲学，就是让人安心。坚持好的品质，扛得下检验。坚持好的品质，扛得下检验。